出水个好，搁请解说2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解文说字，好朋友论真讲，田里甘水会过冬。台湾话文化若要传互下地啊，阮这人就爱拍拼，艺起劲家咧，认真甲经历过，艰难的时刻甲度过。啊，讲到艺起劲，我就想到有几多句真活泼的台湾话，即马下辈较袂晓讲啊，咱摕出来甲探讨一下。头一句讲硬，这个人硬，这表示讲代志明明你做的，结果你唔认错，安尼叫做硬。敢是去落着啊？你去共偷开拖，共阴钱啦，共偷摕钱，你也讲硬哦，无啦，我借去用啦，安尼叫做硬。明明代志就是你唔承认、唔认罪，安尼这2字硬，就是表达一切意思。过来咱来甲比较一下。有硬就有铁起，啊，毋过意思完全无相共哦。你若铁起，毋是讲叫你认罪，你毋认罪安尼，是讲哦，正人大家知识相交换，你我拢知影的代志，结果干那一个毋信啥，讲一个做师啊、学师啊工，去到拍铁师傅因兜，已经做2档，讲想要出师啊，讲师傅你还佫有撇步无？若有，我会当佫甲你学无？你搁踮遮甲我掂一档，我一个撇步绝对甲你教。结果经过到第3档，师傅啊来哦，我等着我出师啊3档到，你小撇步甲我讲一下，来师傅甲你教，铁啊小小唔通用手摸。但师傅这也做撇步，啊这有影我撇步我唔捌用手摸呢。当然这咧讲笑，不过吼确实有一款人，伊正经铁起啦，铁啊小小共款去用手摸啦。啊讲到这，我真佫想到，台湾话吼有足侪迄个加强口气。迄汉文迄字顶头，敢若写一句尔，咱迄台顶小声小段，伊会讲2句、讲3句，甲塌落去。你想讲一句话讲叫做一不作二不休，即马原来有人后壁甲塌讲吼，一不作二不休，3不作结乱受。啊，甲即句铁起，原来要讲，因为铁起都已经足铁起啊，有人搁甲塌啥呢？塌讲即个人铁起当牙做，即马喙开，毋是讲话拢会呛，毋是啦吼，这表示讲喙齿铁的啦。啊，连牙槽都动的啦，有影爱整，有影服侍这样，有影唔信啥。过来哦，讲到起，搁真搁想讲吼，共款戏台顶啦，小声咧讲的话，甲听咧讲的话就无共。你想讲有一句话，叫做良禽择木而栖，贤才择主而事。即马吼，若换听讲，也是较莽夫的咧讲，就讲我好好一个饲原德，无留鼻通好扶，我也无可能恶讲反正，去负你这款草包。啊，共款国声来讲一句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这小声讲的，你若听我叫咧讲白话，就是气疼才知气疼人。这唔免解说啦，这一讲咱就知影，你都唔捌互枉屈过。即马就爱我真正捌出气疼，我捌互枉屈过的人，我才会体会，互枉屈有偌冤枉，有偌艰苦就好。安尼真就是叫做气疼才知气疼人。